聽聞呢幾日相關嘅披薩指數不斷提升，莫非又有大 project？ 披薩指數知唔知係啲咩啊？喺冷戰時期呢，蘇聯為咗監察美麗國究竟有冇任何軍事行動，佢哋點樣監察嘅呢？就係喺美麗國嘅五角大樓附近嗰啲披薩店呢，去同嗰啲店員講：我俾啲好處你總之每日話俾我聽有幾多人訂披薩。咁透過呢個訂披薩嘅情況呢，佢哋就會知道五角大樓嘅工作人員是否會好忙。如果突然間有一段時間訂披薩嘅數量係平時嘅10倍或以上，即係代表住好多相關嘅工作人員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喺五角大樓裏面工作，即係話有大事件將會發生，因為好多情報啦或者好多操作啊、會議啊要喺五角大樓裏面進行，而進行嘅事情唔係一兩日可以搞掂，可能要一兩個禮拜。所以透過相關嘅訂披薩數量，當年嘅蘇聯佢哋就可以大概知道美麗國是否進行緊一啲非常重要嘅軍事行動。到咗今時今日，雖然科技非常發達，但係呢個五角大樓嘅披薩指數預測仍然有相當嘅參考價值。你留意下呢段時間黃金嘅價格啊，大漲小回，似乎冇一個下跌嘅趨勢。呢種不斷上升嘅趨勢不禁令人有點不寒而慄啦。其實以往打大仗之前呢，都有類似咁嘅事情發生嘅。黃金呢啲貴金屬資產不斷破新高，其實真係未必係一件好事啊。大家覺得下一個美麗國會搞嘅地方會喺邊度啊？係格陵蘭啊，係伊朗啊，還是古巴、哥倫比亞？有啲相關嘅博彩網站甚至開出美麗國喺1月之內有60%機會向某一個國家做嘢喎。講真，望到呢啲咁嘅數字，真係感覺好邪惡，因為嚟緊唔知又會有幾多生靈塗炭嘅事件將會發生啊！然而冷冰冰數字嘅背後，代表住一啲重要嘅數據，我哋必須重視，諗辦法保住你嘅資產，好好做好資產配置。無論世界發生咩事，你嘅資產配置裏面都要有一啲元素可以對沖掉呢啲動盪嘅風險。我係香港占記，期待我嘅分享可以令你有所啟發。